儿园小班，早晨都不愿意去上，就是不爱上学。幼儿园的时候就有间歇性的，比如说可能在中班大班的时候就会有1-2个月就很不愿意去，但那个时候采取的方法就是比较强硬的把它弄简单粗暴。简单粗暴是吧？你能说说他是怎么简单粗暴的吗？你说，你请站起来。啊，要演示一下。哦，就这样硬推进去的。要么就是一个大鱼豆腐，一个大鱼豆腐，去不去？啊，有时候还要打你的。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？在幼儿园那个时候，爸爸送我去的时候，因为本来我的爸爸就有点那个脾气就有点那个不好，又加上我不上学就容易打我，这些时候一直都是打我去的，把我逼进去的。所以我就非常不愿意。对，举个例子吧。左右两边岩浆，前面是死，后面是亡，你选哪个？这么惨，有这么严重？后面的是学校，我不想去；前面的是妈妈和爸爸，又逼着我去。太痛苦了。后来你怎么就一逼就去了呢？被我爸妈的一拳超人，一拳超人，全是靠逼着的是吧？对。那为啥你爸妈逼着你要非得要上学呢？9年义务教育，懂吗？懂吗？我爸老是说，看啊，你现在老不上学，你未来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啊？就是感觉，如果现在这样，未来肯定是，给你吃的吧，给你吃的吧。